嗨，大家好，我是坦皮树，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他中毒，聊一聊发生在湖南的一个雷水他污染事件。3月16号湖南省郴州市永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启动突发环境事件4级响应通知。该通知提到3月16日20时，雷水郴州至衡阳跨市断面大河滩地表水数据显示他浓度异常，造成跨市污染，威胁下游饮水安全。而后郴州、衡阳上下游联动处置，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均派专家前往当地指导处置。这个事情可不小也就是在这个永新县这个雷水这个有一个自动监测站，叫大河滩自动监测站，它那个是自动取样、自动监测地表水，结果突然发现这个它元素超标，浓度异常，这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个事情还上了央视新闻，大家看视频近日，湖南雷水监测出他浓度异常，引发关注。今天凌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通报雷水流域郴州至耒阳段他浓度异常应急处置情况，并确定了污染源。3月16号20点，湖南雷水郴州衡阳跨市断面大河滩地表水自动监控站水质数据显示他浓度异常。它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为无色无味的结晶。事件发生后，郴州市、耒阳市相继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组织对雷水全流域进行采样监测、溯源排查。经核实，确定污染源为郴州市苏仙区良田水泥厂，主要原因为该企业近日在拆除旧生产线的窑炉过程中，窑内含他灰尘被雨水冲刷后，经雨水排放口流入外环境水体导致。郴州市已重点开展污染源控制，组织将涉事企业废水转运至重金属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采取了场地防渗处理、修建应急池、砌砖围堰、厂区主水沟加铺混凝土等措施，清除污染源头隐患。对该企业下游奥上河、郴州及雷水受影响的河段，郴州、衡阳两市已在技术专家指导下开展控源节流、投放除他剂、强化水量调度、监控沿线水质指标等措施，确保群众饮用水安全。事件发生后，生态环境部应急专家已经赶赴当地指导郴州、衡阳两地开展应急处置。目前监测结果显示，耒阳市自来水厂的出水水质处于达标状况。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已制定并实施应急监测方案，沿途共设置19个环境质量点位，21个配合处置点位。在郴江河、雷水共布设40个地表水断面点位，其中手工监测点37个，自动监测站3个。同时，两市应急处置部门在各断面已设置8个应急投药点。目前，雷水流经的郴州市、耒阳市均已成立雷水流域水质异常应急指挥部。一方面是向被污染的水域投放药剂，降低它浓度；另一方面，对沿线供水企业增加净化措施，保障出水达标。现在采用的这个它的处理方法，是采用的这个高锰酸钾和氢氧化钠对它进行氧化，将它从1价氧化到3价，然后生成了这个氢氧化铊，它溶解不了，它就会沉淀下去。就像水垢一样就下来。对，降低水中的它的这个含量，保证我们的出厂水是100%合格的。根据耒阳市疾控部门提供的信息，目前各自来水厂出水水质均达标。从这个家江断面往下呢，涉及到大概有3个区县嘛，下游的水厂呢也做好了这个供水保障的准备，对这个水厂的治水工艺进行了改造，并配备了充足的这个处理药剂。然后从这个耒阳水厂到进入湘江大概有140多公里，湘江的流量大概是雷水流量的6倍左右。那么即便是以现在的浓度进入湘江，也不会对湘江造成影响。记者从当地的应急处置部门了解到，针对附近农田、植物以及水生生物等，也在进行密切监测和应急处置。有关事件的进展情况，总台央视记者将继续追踪了解。这个他中毒恐怕有很多人都了解发生在咱们这个国家
这个他中毒事件啊，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30年前啊，清华大学的一个叫朱令的女大学生，她应该是在大2还是大3呢，然后被发现啊得了一种怪病，而这种怪病去医院查不出来，是一种中毒症状。后来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刚有因特网，然后他的同学清华大学很多人啊就通过因特网把他的消息公布出去了，在互联网的那头啊，据说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的，不清楚啊，我忘了。总之人家海外的人一看，推断他应该是他中毒。也就是说啊，那个时候国内都没有他中毒这个说法，都没见过，北京的医院都不知道他中毒，还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就是西方，他们才知道他中毒。最后诊断啊症状跟着海外返回来那些医疗资料啊，确认他就是他中毒。后来这个朱令啊，因为他中毒发现太晚了，所以这个后面即便进行了这个针对他中毒的这种叫针对性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差，接近于植物人，这个非常惨。也就是他中毒的后果啊非常严重。这个他呀是重金属，无色无味，好像是这个如果你要摄入这个他啊，那他对人体的伤害比那个砒霜啊，就那个砷呐，比汞要厉害得多。所以你说啊，居然这个雷水啊，也就是啊，这个雷水啊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湘江的支流，这个雷水它的流域啊也有400-500公里长，居然在雷水啊发现这个他浓度异常，怎能不让人担心呢？这个媒体报道啊，央视啊最后把这个污染源给找到了，说是郴州市苏仙区某水泥生产企业，它这个在大河滩那个截面啊自动监测发现它浓度异常之后啊，他们的排查啊就是以这个大河滩啊为起点，按上游查。怎么查呢？就是隔一个地点啊就是取样，然后找到啊那个浓度最高的那个地点，那恐怕就是离污染源最近。由于这个耒阳或者叫耒水这个沿岸啊流域啊有很多企业，当然了，你排查的时候你是怀疑是企业排放的污水，但也有可能是自然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所以你必须先查这个耒水流域这个浓度，就是它的浓度越高的地方，对吧？越接近污染源，再去排查，最终啊锁定是郴州市苏仙区水泥生产企业，叫良田水泥厂。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啊，说为何湖南耒水他污染源为易被忽视的水泥厂。他这个文章介绍啊，他说这个良田水泥厂位于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麦田村3组，始建于1987年。当地媒体报道，良田水泥厂如今叫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的前身。2022年，良田水泥被华润水泥收购。据媒体报道，涉事水泥生产企业已停产。华润水泥啊，那不是央企吗？这个问题有意思了啊，污染源居然是央企。说到水泥厂啊，水泥的生产，这个我还真了解，大概也是30年前吧。我啊就去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水泥企业，叫冀东水泥厂。它好像还是上市公司啊，现在叫冀东水泥，就在河北唐山。我当时啊去那个冀东水泥去参观，但是他们厂里面的总工啊带我们去，从那个原料一直到破碎啊，再到这个烧结啊，再到这个成品，整个车间走一圈。当时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太先进了。这个水泥啊，它是那个它的原料主要是石灰石，一般的水泥厂啊附近啊肯定有那个石灰石那个原料，也就是那个上面的石头，你把它开采出来之后，在附近就有水泥厂。那个冀东水泥啊，它那个从那个矿山啊把那个石灰石开采下来，先经过俄破，就是那个俄式破碎机啊，把那矿石破碎成小块石头，然后通过那个皮带运输机啊，好像有20公里长还是几十公里长皮带运输机啊，运到它的产区啊，然后进它的那个球磨机。球磨机就是一个大铁罐子，里面有那个钢球啊，钨合金的，反正是那个钢珠在里面。然后那个矿石进去之后啊，它那个就滚筒一样的，就洗衣机一样的转，然后钢球在里面撞，就把那个矿石就转成粉末。然后那个粉末啊，再被那个鼓风机啊，那个叫什么螺刺风机，给它吹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料仓上去，然后从那个料仓又去进入啊回转窑，就是大家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又黑又长的那个大圆筒啊，那个就是回转窑。回转窑里面烧，回转窑是用那个煤啊，把煤也是磨成粉，然后用那个把那煤粉吹进回转窑，然后煤粉燃烧
然后跟那个石灰石那个粉末啊去烧成熟料，最后就变成水泥。回转窑出来之后啊，再去车间装成袋啊，或者是装成罐运走。这整个过程啊，我在机动水泥厂居然没有一个人。然后那个总工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那个工人都在一个中央叫什么控制室，都是通过电脑控制。大家记住啊，那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我们大部分工厂流水线都是锄头加那个铁锹啊，小推车啊。很多人不理解啊，我们的所谓的工业那个时候是这种工业，结果有一个机动水泥厂，它居然整个的产线上没什么人，哎，在车间里面有人，那个人就是负责打扫卫生的，负责除尘洒水。就我们当时还觉得太神奇了。后来那个总工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整个生产线是从日本引进的，他们淘汰的。但是我就想，那日本的工业那得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们淘汰的在我们这是最先进的。当然了，但是也很巧啊，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那个长者啊刚去视察完刚走，他那厂区那个标语还没撤。当时那个机动水泥厂他又引进了一套丹麦的吧更先进的系统，哎，当时正在调试。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我的了解啊，这个石灰石是水泥的主要原料啊，然后它很少添加什么东西，就是石灰石磨成粉，然后跟煤去烧成水泥。它怎么会有它污染呢？这个它从哪儿来的呢？经核实确定污染源为位于郴州市苏仙区某水泥生产企业。3月25日凌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情况通报称，本次它浓度异常的主要原因是某水泥生产企业近日拆除旧生产线窑炉时，窑炉内它灰尘被雨水冲刷后，经雨水排放流入外环境水体导致。这与长期从事污染防治的专家谢小华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3月24日下午，谢小华告诉中青网记者，本次污染源为当地一家水泥企业，而水泥企业并非公众印象中常见的涉他企业。好了，这个按照这个湖南生态环境厅啊官方说法，那是这个良田水泥厂它那个回转窑要拆掉，这个旧的生产线回转窑拆的，在回转窑里面含它灰尘啊暴露了，完了之后正好那地方在下雨，雨水一冲，含它的灰尘就进入地表水。这个解释啊似乎啊很合理，但是我们要知道，你回转窑里哪来的什么它灰尘？你得确定这个它是从哪儿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从那个回转窑里冒出来。所以它有两个来源，就是以我的了解啊，一个是原料，如果是石灰石里面有它元素，这理论上啊，石灰石里面应该没有它元素。这个它元素啊，一般的跟那个它是伴生的，它是跟其他的有色金属、重金属是伴生的。哎，比如说锰，湖南啊那个耒阳那一带啊，郴州就那个区域，它本来就是有色金属之乡，那个有色金属里面伴生它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石灰石里面有它，这个理工科的人很难相信啊也不要紧呢。你这个良田水泥厂原料从哪儿来的？你可以溯源呢，对吧？它那个矿山在哪儿？专家应该赶紧去那个矿山，把那石灰石采样，看看有没有它。这多简单！它不可能从江西啊，从陕西运石灰石啊到湖南良田去生产水泥，那你运费都不够啊。它那个原料一定就在附近，对吧？你把附近的石灰石矿山查一查，是不是原料里面带来，就是娘胎里面带来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做啊。为什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它语焉不详？他说就是回转窑里面残留的它灰尘，我们要找到源头啊。你看啊，一般的水泥厂它的原料中它元素含量并不高，不足以对外界产生影响，也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生态环境部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告诉中青报，他说但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当地水泥企业生产中所用的原料里它元素含量往往相对较高。这个你不用推测，你把它原料查一下就知道了，它含量到底多少，做个检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低，而且很容易排除。那它为什么不排除呢？那是因为啊，水泥企业还有一个活，还有一个业务，也是近10来年发展起来的。我也有过接触啊，不光是水泥企业，是只要你有回转窑，是不是说白了就是粉烧啊？现在很多有回转窑的企业，因为它的主业本来的业务啊发展受限，你比如房地产现在不好，那你水泥企业肯定受影响啊。它的回转窑它没有水泥可以烧。这第二个就是这个回转窑啊，一旦转起来，
它是不能停的。那跟咱们家做饭的炉子不一样啊，做饭的炉子你想停就停，这回转窑一旦停下来，你再把它开动，你要浪费多少钱呢？就是那个窑从0度要烧到1200度1300度，这个过程要1天2天，你要费多少原料？关键你要耽误工期啊，你的生产计划完不成啊。那个回转窑检修啊，那都是掐着指头算的。那个窑停下来到从比如1400度到0度，这个要多长时间？要好几天，然后你再烧上去，对吧？又得好几天。所以说工业上面这个窑啊，是它不能随便停的。最近这几年比较流行用回转窑处理这个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就你比如说它有的时候拆迁拆的那些水泥块，大家知道弄哪儿去了吗？还有很多矿山，它的尾矿，它的危废品怎么处理吗？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有回转窑的企业或者是水泥企业，他们那个回转窑干的事情就多了。一种是把这个工业它上面的这个固体垃圾它把它破碎以后它混在那个石灰石里面，它把它变成水泥的一部分，变成建筑材料出来之后呢，它给它比如说把它做成砖，用来铺路，用来砌围墙，就是它变成建筑材料。这是一种把工业垃圾变成这种。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专门处理这些工业危废品，在回转窑里烧。如果是处理工业危废品或者什么固体垃圾，那你这个原料就乌七八糟，来源就不一定了，里面有没有它元素，有没有它污染，这个就很难说了。再加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标它的含量高一点，这完全很正常。记者查询到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2022年12月31日印发的《湖南省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的能力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到，适度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理危险废物，就是危废品。你看看，中新网记者发现，在郴州市境内至少有6家水泥生产企业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活动，其中便包括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该公司能够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水泥。至于窑炉内为何会留存它元素，专家告诉记者说，在水泥生产过程中，原料中的它组分会在高温煅烧过程中，其他成分结合形成水溶性它盐，它盐会在炉窑内累积，残存在炉窑底部和周边，如果不进入水的话，它一般不会释放。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情况通报提到，本次它浓度异常的主要原因是雨水冲刷水泥窑内含它灰尘，经雨水排放流入环境水体。记者查询到2025年3月以来，湖南郴州、衡阳阴雨不断，在3月13日、14日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当地不少县市发出暴雨蓝色、橙色预警。这个事情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能把它说清楚。我只能是推测，我不能定案。我提供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恐怕80%-90%能符合。首先他说水泥窑在生产水泥的时候，这个高温煅烧的时候这个形成它盐。我假设他这个说的是对的那这个它从哪儿出来的呢？对吧？你不能坐在这儿拍脑门，你专家你要把原料，刚才说了那个石灰石原料你去查，矿山采样，很快就会搞清楚它那个石灰石原料里面它是不是超标，多不多如果不多，那这个它是从工业固体废物里面出来的，或者是当地是有色金属之乡，那个有色金属厂他们生产出来的废物废矿里面它超标，然后进了这个回转窑，吃了这些东西，在它的窑内残留盐。你看就这2种可能，如果你能把这个石灰石原料这个排除掉，那么就是这个回转窑它在利用自己的富裕产能，替当地的有色金属厂处理它的废矿、它的工业废物、固体废物，这个好理解吧？如果说你是烧水泥烧出了它盐，那怎么可能它盐恰恰就残留在回转窑里面，而没有进入水泥呢？你专家这么一解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叫良田水泥厂啊，他卖出去的水泥用在哪个房子上面，那个房子的人都要紧张啊。那不就是那水泥已经污染了吗？那水泥你最终使用的时候要跟水，对吧？去融合啊。那你塌岩一进入水，不就污染了吗？那这良田水泥厂生产水泥卖到哪儿去了？这种解释啊，非常牵强附会。哎，你说那个回转窑那么厉害是吗？它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哎，塌岩它能把它留下，没有进入水泥，没听说过啊这么先进的回转窑。所以合理的解释啊，我推断就是这些效益不好的水泥厂，它在替有色金属厂处理它的废物、危废品。哎，刚才记者说了啊，这个良田水泥厂正好是郴州境内指定的6家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这个产家之一。搞过企业的人懂啊，尤其是工业企业，它那个废水、危化物处理都要花钱的，而且你必须有资质。就是你这个有色金属厂，你生产的这个重金属啊，你比如说这个危化物，它的危化物品类很多啊，各种难以处理的，对环境有污染的、有危害的，那都是什么危化物？这个危化物你自己产你是处理不了的，必须有资质的厂来处理，而且固废、危化物运输还有必须有特别的这个叫什么运输证啊？这名字我跟你说的对啊，就是你不是说你想运输你就能运输的，你得有资质，你得有证，而且得办手续。你把这个工业固废危化物，你给从这儿 A 运到 B 处，你都有办手续，你得有资质。完了运过去之后，你是掩埋还是焚烧还是处理，这都有说法，都得花钱，而且这个钱恐怕不少。那大家想象一下，这有的水泥厂它有处理这个东西的资质，但是你真要把这危化物处理掉，是要花钱的，花成本的，各种添加剂，对吧？各种这个提炼，有的这个危化物啊，有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那些盐呢，根本就处理不了，埋也没办法埋，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处理，把它倒入大江大河。那一倒入大江大河，别人就知道了。现在到处都是监测，大家知道吗？这现在环保监测到什么程度吗？就你们厂啊，每个月会出来多少危化物，这个废水，人家环保局啊都是有数据的。哎，人家还有实时监测的摄像头探头你的排放，对吧？你的工业废气啊排放，它都是实时的啊。然后你这个工艺，你这个生产线，你得出来多少废水，什么废水，这它都是有的。然后人家要来看你这废水怎么处理的，到哪儿去了，你怎么处理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下雨天给它倒掉，你看不就没了吗？雨水一冲刷，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告诉你啊，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有多少工业企业它会趁着下雨天下暴雨，再偷偷的排放这些工业污水。我在想啊，养命于黄焖鸡的那个蘑菇，对吧？上一波人吃剩下的，他能放到下一波人去吃，对吧？那个虾仁可以用那个保水剂，就是说对吃都是这种态度。那你说排放个污水，难道它道德标准还要高一点吗？而且是趁着下雨天，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我告诉你啊，你回转窑的维修，对吧？拆那也是有标准的啊，不是你想拆就拆，不是你说我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回转窑里面的那些残渣，对吧？那里面还有结圈，为什么回转窑要停呢？就是因为经常烧，它里面有各种就是金属啊，或者是其他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结圈啊，就像人的肠子一样，你时间长了肠子还梗阻呢，烧时间长了它里面结圈，结着圈越来越大，就把它堵住了。所以它定期啊，比如说半年，你必须得清理一次，怎么样把里面的结圈给它去掉，这个都有操作规范的，怎么可能一下雨和它就冲掉了呢？哪有那么巧啊？只能说是人为的，而且这个量还非常大。这个大河滩断面那个自动监测站离什么良田水泥厂100多公里之外的检测站发现超标，你想想这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有人在100公里以外放个屁，你在100公里以下你都闻到了，你说这个屁得多臭吧？当然这个举例子有点夸张啊，但便于理解。这个专家说啊，3月25号大河滩断面它浓度是0.13微克每升。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饮用水的标准呢是0.1微克每升，它是0.13微克每升，已经超标。但是专家说啊，说0.13微克每升超标的并不多，但考虑到大河滩断面与上游污染源的距离，
以及河水的稀释净化作用，污染源的源泉处它浓度并不小。这专家说的啊，0.13微克每毫升每升啊，咱们的饮用水标准是0.1微克，看上去好像没多少啊，0.03微克，但是你超标多少啊？超标了30%啊，这什么概念？100公里以外的那个水超标30%。我这么推测呢是有理由的啊。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这种趁着下雨天排放工业废水，不需要很高的道德标准啊，对吧？连吃咱们都能干，这就和很多人呢晚上尿急，对吧？随地大小便一样，这不叫事。媒体报道，2020年11月，也就是4年前，湘江流域曾因相关企业非法倾倒高浓度废水，出现它浓度异常。湖南省于当年年底开展针对它浓度异常的专项整治工作，也就是当地已经这么干了，对吧？这验证了我的判断。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呐！2023年初，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湘江流域重点断面和支流平均碳浓度持续降低，较2020年下降了50%。有专家向记者提到如果一些固体废物在水泥厂堆存时管控不到位，比如出现无遮挡、无遮盖，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遭遇雨水冲刷时，固废中的重金属污染物也会淋溶出来。所以我推断啊，现在就是经济形势不好，企业都不赚钱，房地产也不行，跟水泥相关的企业都是苟延残喘。这个回转窑又不能停，你不能停一停开一开，停一停开一开，那损失更大，那企业就更不赚钱，所以他们只好铤而走险，处理这些有色金属厂的这个危化物或者是尾矿，导致这些它本来需要有色金属厂他们花钱去处理的，他们拿一大笔钱出来处理这个危化物，最后就让水泥厂帮他们处理。水泥厂拿了这个钱之后赚一点钱，他也不愿意花很多成本去处理，因为都要节约嘛，都要卷，都没钱，所以天公作美趁着下大雨把它随地大小便，正好雨水一冲刷，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大家自行判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